中营航空机师可能要伫旧历过年，佮有清明连假时阵罢工。中营航空有发表声明，讲若机师真实罢工，会互受影响的旅客退钱，这解机票嘛免收手数料。若是对旅行团出国，有业者表示，目前还未正式罢工，所以这团费是还袂当退。受到机师准备要罢工的影响，一早起中营航空的票务柜台就旅客来改票。伊本来是过年后才要去美国，今讲会拄到罢工，要提前去。我就是来改票的，就是想说安全嘛，不要到时候在那边一直等7上8下的。对普遍一般旅客来讲，都会担心这个问题。顾虑是因为他们家的时段比较好，对，所以还是没有办法。由旅客行程虽然无伫咧罢工的区段内面，因我也担心讲，若是罢工航班会被拍乱，会受到影响。因为工会目前公布可能罢工的2个时段，第一阶段是自过年前1天开始，包括规个春节连续假期。伫这段时间，各航空公司差不多拢是免费。若是旅行团受影响，想要签转拢有困难。旅行业者即马是一直接到民众的电话，但是伫即马也无法度确定罢工的时阵。若是即马取消地团，无法度退钱。若真正拄到罢工，机票会当全部拢退。团费爱先扣掉必要的规费。是飞不出去的话，第14条我们就以那个收取行政规费跟一些必要的费用，可能是住宿的费用、餐食、交通，然后机票是全额退费。如果是像滞留在外站的话，我们就妥善在外站先安排好住宿，然后尽量做回程的处理。罢工的预告期把它讲清楚，旅行工会这边的。希望的版本是比照丹麦的1个月的罢工预告。中营航空发布声明讲，若机师工会正式罢工，会伫第一时间点公司的官网、手机 App 公告受影响的航班的资讯，并且会设立专属的网页，提供最新的航班移动资讯。行程若受罢工影响的旅客，退票加改票免收手续费，同时尽全力让旅客签转到其他适合的航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